我是中山人。我是中山人。我是中山人。今日別未共你，雙雙兩握手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2026年8月8日，新加坡中山會館隆重舉辦189週年會慶聯歡晚宴，超過200名中山鄉親僑界代表齊聚一堂，共聚桑梓情誼，共話鄉情發展。現場鄉情濃厚，氛圍熱烈，與會嘅中山鄉親暢談會館凝聚鄉誼、傳承鄉山文化、服務僑胞社群嘅使命擔當。活動現場正式發佈新加坡中山會館全新標識，同步舉行優秀學子獎學金頒獎儀式，表彰學業表現突出嘅僑界後輩，激勵青年僑胞勤學奮進，傳承鄉根文脈。新加坡中山會館始創於1821年，初名為鄉公司，1837年正式註冊為鄉一館，1925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，香山縣改為中山縣。會館後續喺1937年正式改名為新加坡中山會館。每年會館通過開展新春團拜、中秋聯歡等特色節慶活動，維繫海外中山鄉親嘅文化認同同歸屬感。2007年起，中山會館開始大力資助青年會員回鄉尋根，鼓勵更多年輕一代深入了解中山同中國。我哋一年一度舉辦一個會慶活動。咁就所有嘅會員咧就可以共聚一堂，年輕一代咧越嚟越難去吸引佢哋參加我哋嘅會館嘅活動。咁俾獎學金係其中一個。咁去上台領獎嘅時候咧，我都要佢哋介紹自己嘅名，同埋要講一句我係中山人。咁佢哋講多咗之後咧，自然就會認同自己係一個新加坡嘅中山人。首先係因為我哋作為會館，我哋都要保存我哋優良嘅中華文化，通過啲節日，佢哋會唔會忘本啊？我係由細嗰陣時，因為父親周不時翻會館，跟住父親翻會館啦。嘅係因為父親帶入嚟會館有乜嘢活動啊，有咩事，我哋細細個已經入咗嚟會館，所以參加會館係好自然嘅。以前冇好似而家咁多樣嘢去玩啊，去成嘅。如果話一翻會館咁樣係，梗係有得食啊，有得玩啊呢啲咁啊，跟佢哋翻去會館咯。咁樣好似會慶嗰陣時抽獎啊，又有一間又攞個電飯煲啊，一間又攞一個嗰啲電視機啊呢啲咁嘅，咁樣咪跟住佢哋翻會館咯。89啊，中山草埔啊，最近都有翻過，好多變化。我哋嗰個魚塘都而家變咗公園啦。我感到很開心。開心，這筆錢打得怎麼花？我們會先給媽媽。我今年才15歲，所以今年不可以去。我今年年底會帶中山會館的青年團回去中國玩，還有去深圳滑雪。我很期待回去中山吃乳鴿，我覺得很有意義，可以跟其他中山人聯誼。我喺中山買咗屋，因為我女大咗啦，我想有時返中山去過下嗰啲退休生活咯。因為點解我揀中山？我覺得中山好乾淨，同埋個環境好好，治安好好，咁同埋咧食又好好，好啱我哋。